6月24日，高迪醫學美容喺佐敦200號舉辦嘅 Dermoroma 生物埋線 Hybrid Peel 工作坊圓滿舉行，吸引咗好多美容業界人士到場交流同學習。首先由培訓導師 June 同大家分享整全美容概念。佢指護膚唔單止要靠外在療程，內在調理都一樣重要，所以今次就由外在護理同內在保養兩方面入手，教大家點樣幫肌膚打好底子。June 亦介紹咗來自意大利嘅 Dermoroma 生物埋線 Hybrid Peel， 講解當中嘅微脂囊包覆同控時緩色科技點樣幫助肌膚做到煥膚水光同緊緻效果。同時佢亦分享 Glisodin 百萬抗氧蜜瓜嘅抗氧化概念，帶出內服調理，配合專業療程可以更全面提升肌膚狀態。之後培訓導師 Rennie 喺正式示範療程之前，先同大家逐步介紹專業換膚會用到嘅產品配搭同操作流程，等與會者更加清楚每一個步驟。隨後 Rennie 即場進行 Hybrid Peel 療程示範，等大家近距離了解療程嘅特色同效果。